继续来看新北市恩恩的案件，拖烧1个月。媒体人周玉蔻委托人做民调，讲市长侯友宜的信任度有危机，有54.8%泛绿的支持者，甲超过1成的泛蓝的支持者，对侯友宜产生着无信任感。 新北市两岁查甫囡仔文文较前过身，这个事件发生要2个月，大大影响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名声。侯友宜的信任度有大幅的移动，超过将近3成新增不信任他，尤其是即便在上一次投票给侯友宜的选民。 也有2成多不信任他。按理讲是因为根据山水民调公司调查，侯友宜支持者有71.6%支持文文的爸爸，要求行政调查。因为消防局、卫生局过失，分别占51.2%和58.9%。三城认为有的人爱落台担责任，有54.8%的民进党支持者对侯友宜无啥什么信任，和家己国民党的支持者有12.4%，超过1成。公道自在人心啊！新北市政府目前看起来至少在我们现在谈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啊！作为主管机关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这个行政调查我认为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侯友宜过来走市政现场维持声量，嘛讲变上遐尼济。我和我的市民大家徛做伙，认真拍拼，做好市政。2022的挑战特别高，侯市长想要拼连任，恐惊嘛是要甲真相讲个详细。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